個半鐘我俾2個半你，唔係俾夠3蚊你，我話咁好似獎金。夠啦！唔計啊！唔計啊！你出圈啊！唔計啊！啊！唔輸啊！對啊！哎呀！咩啊？黑色啊？抹錯位添。好煩啊！阿查教我今日教你點樣睇波，邊隊控球嘅 percentage 高啲又大啲機會贏，邊隊出手嘅機會多啲都有機會贏。多謝你，我明白嘅。攞分係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小人受教。分又攞唔得喎，有時。攞得太多會俾人趕出之後，究竟點樣攞個平衡咧？就睇球員嘅能力啦。好有用嘅。點解睇得多呢個籃球？係啊，睇慣啲有質素嘅賽事。睇慣呢個籃多中。收卡咩2分入。咁咪2分入咗咪大咯？咩2分入？我唔識啊。哦。場波嘅贏嘅機會率有幾多咧？50%。所以根據翻呢個概率定律，輸嘅機會都係有50%。阻住部機啊！扮嘢呢個。OK， 我知啊，卡出嚟。我以為佢踎低可以避到個鏡頭嘅咧。太天真啦！你只不過影住佢喺度踎低。我好中意你呢個講法。即刻入波，好嘢啊！呢個魔法教精神力上升，疲勞度減低1。Team Spirit 靠攻指數上升。哇！好一招控隊甩波啦哇！知錯啦，俾你控到。有時候你應該用集中啊，命中一套回記得加30%，耗用精神力10。正面睇到呢個變幻球，甩波。表面上呢一個係甩波，其實只係一個字，你睇咁就放低啦。使用咗加速喎你，再使出變幻球，好啊！攻擊範圍加1。哇！係。
定冇打過機啦，兩個人企埋一齊好似合體技咁。最後2分鐘。當3個人合體嘅時候， 3人合體技。你只會見到啲你平時見唔到嘅嘢。3個人合體。即刻變大咗。仲要碌走咗個波啊！咪500啲啊！最後1分鐘。應該冇事。而家冇寫過啲。外行人先會着重佢嘅系列型號。冇錯啦，越內行嘅人先會越着重佢嘅型號。點睇到啊？白啲。最後半分鐘。你莫非真係咁天真，開台都影到嘢？最後10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夠鐘。3分鐘。入咗。